女人責任要管家，家中功夫懶做太過差。我口乾睇下個茶壺，完全未有茶。三家缺一實要打。哦，打咗8圈你仲要打？未曾食過半鋪滿壺，我實要打頂啦。唔係我立亂將你話，家務拋開去打牌，應該遭責罵。唔忿氣啊，任你將我罵，我難作罷。要我受氣聽你話啊，好話豈能啊容讓唔順氣點下？你再亂咁講說話，嗱我又再打多8圈㗎。你若再沉迷落去，家務完全懸掛。點算係沉迷落去？只係大眾娛樂下，又唔係賭狗嘛。你當係王爺咁大晒啊，令我少跌棒啊！我哋成伴侶共定佳話，應要互助互愛相關心，才算是好對象。既是名分已定下，創造個好家庭應份，而家庭為上，個人就當等下。我父母有家財，他點會日日去捱罵？點會夜夜去捱罵？你呀唔願顧家，自有人話。小姐中意你無權任意查，黐住有啲家財，有啲性格，就咪出嫁。你咪出聲，喂冇啊人會話你啞㗎。你語咁相逼，我氣呀點下？我係財呀主女噃，我不聽寒酸話。你入得我門，變成我家，你就要聽我話，不講金錢。金錢啊，難道你唔重視？你做個小職員，我不過為愛至甘心嫁咋。既係捱窮，願意跟我，咁就唔該你去煲茶。